大家好啊，各位 BNI 嘅會友，我係恒基中國業務嘅財務總監 Vivian。今日好多謝應Billy 嘅邀請，就翻經濟低潮如何應對，同大家分享幾句。經濟都係有週期嘅，所以我哋公司喺經營嗰陣時，都係秉持一啲審慎經營嘅原則。平時都注重實力嘅積累同埋水庫式經營。我除咗地產業務之外，都負責一啲新業務嘅小項目。我啲同事都會同我反映，而家經濟好差，生意好難做。我就會同佢講，因為我哋而家項目好細到其實都唔會受到中美嗰啲交戰嘅影響。其實靠自己實力都係可以闖出一片天嘅。只要我哋做好服務，好認真地為個客戶創造價值，個客戶咧感受咗嗰個價值之後，會幫我哋傳播嘅。借助而家科技平權啦、新媒體嘅時代，呢種傳播力係會更大嘅。咁我有一個產業項目咧，就喺呢個客戶嘅口碑傳遞之下咧，咁經營嘅業績都唔錯嘅。咁經濟低潮嗰陣時，有啲時候會出現開工不足啦。咁呢啲時候咧，我哋多數反而會增加多啲員工培訓啦、學習啦。咁同埋會將有啲平時唔係咁留意嘅事情咧，會趁呢個機會全部都將佢做得妥善啲。咁樣可以保存同埋提升個團隊嘅實力啦。喺經濟出現復甦嗰陣時咧，我哋可以喺充滿競爭嘅環境之下，依然係可以取得一啲進步發展同埋勝利嘅。香港咧而家面臨緊經濟係轉型，不過我哋過往積累下來嘅嗰啲技術啦、能力啦、知識啦，喺世界各地好多嘅客都係好需要嘅。咁我相信有好多外向型嘅中小企啦，都可以考慮更多嘅多元化，行向海外啦，行向國際化啦，為其他各地嘅客戶去帶嚟更優質嘅產品同埋技術同埋服務嘅。中小企呢，因為缺乏資金啦、人才啦，所以經常覺得自己咧係先天不足。正因為係先天不足啦，如果呢個係事實嘅話，更加之需要注重積累內功啦，儲蓄自己實力啦。我喺學習稻盛先生嘅呢本書嘅時候咧，我經常見到我老闆嘅影子。我發覺佢哋可以應對到咁多嘅週期，個原因都係因為佢哋好熱愛工作，好勤奮努力，好正面樂觀。佢哋相信經濟係有週期嘅。當去到低位嘅時候咧，就係復甦成長期㗎啦。我用呢本書同大家一齊加油，多謝各位。